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5，诗篇69篇14节安尼讲：求你救我出土迷，互我无沉落去。求你救我脱离怨恨我的人，互我出深的水。三甲来祈祷，救阮出土迷，甲深的水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气力，是阮的诗歌，也是做阮拯救的主。主啊！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学罗你。阮要来高举你的名，主啊！你是阮的爸的上帝，阮要你做大，主啊！阮的心因为你来快乐。阮的角因为你来牙悬，阮对着加讲大话，因为阮为着你的拯救来欢喜，因为你的帮赞来快乐，主啊！虽然环境充满试炼艰难，虽然路途满满坎坷危险，总是你的手永无离开阮，主啊！求你救阮出土迷，互阮无沉落去。求你救阮脱离怨恨阮的人，互我出深的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